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出埃及记13章第17节到22节，约翰一书第3章11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爱上水。上帝疼世间人，疼犹太人，就算是讲住伫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已经430年也已经袂记得上帝这群以色列人。因上帝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的受苦以及因的低头，因此伊就派着摩西去到伫埃及，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。上帝不但伫10个灾难中间来陪伴以色列人，保守以色列人，互因通得到顺利来出埃及。出埃及过红海了后，搁伫旷野，上帝日时用云条，暗时用火条来引带保护以色列人。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的经文安尼记载：埃及王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时，上帝无带因行迄条经过非利士人较近的路，因为上帝讲行了这个人、这个人民拄着战争，就后悔搁倒转去埃及。所以上帝带以色列人驶对红海旷野迄条路，以色列人拢武装对埃及爬出去。摩西带约瑟的骨骸离开，因为约瑟有叫以色列人手动作，对因讲：上帝一定照顾恁，恁着带我的骨骸做伙倒去。因对苏格出发，伫旷野的边界，伊通折影。上主行伫因的头前，日时用云条甲因带路，暝时用火条甲因照光，互因日时、暝时拢会当行路。日时的云条、暝时的火条，拢无离开这个人。若讲上帝无疼以色列人，安尼，什么是疼呢？安尼前后来将这个以色列人灭掉的，这种的疼上水。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根据旧约申命记的记载，基督徒应该爱尽心、尽力、尽性、尽意疼主你的上帝，再来爱搁疼人亲像家己。耶稣基督甚至用为了学生来洗脚，来示范彼此谦卑、彼此相疼的革命。约翰一书第3章11节到16节的经文中间嘛安尼讲：咱着相疼，这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咱毋通亲像该隐，伊属伫邪恶的，伊有杀死家己的小弟。伊若会杀死小弟，因为伊的行为邪恶，毋过小弟的行为正直。兄弟姊妹，世间人若怨恨恁，恁毋免奇怪。咱知咱已经出死入活，因为咱有疼兄弟姊妹。无疼人的时，
伫死的管辖下面，怨恨兄弟还是兄弟姊妹，就是杀人。恁嘛知，杀人的永远活命无踮伫因的内面。伊著为着咱牺牲性命，对安尼咱知什么是疼，安尼咱嘛疼，为着兄弟姊妹，还是才会牺牲性命。约翰讲到起初所听到的信息，这起初是对旧约开始的。这个经文也说明着听人的改变，毋是对耶稣基督才开始，是对起初上帝就已经交代的改变。耶稣基督为着门徒洗开时阵，伊嘛安尼讲。圣经的记载，耶稣甲因洗脚了后，穿外衫，倒转去伊的座位。伊问因讲：“恁敢有明白我对恁所讲的？恁称我做老师，嘛称呼我做主。恁安尼称呼真对，因为我就是。我做主做老师，嘛甲恁洗脚，恁嘛着互相洗脚。我有留毛印互恁。”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仆人袂比主人较大，奉册牌的嘛袂比册牌伊的较大。既然恁明白这个事，若去实行，就真有福气。咱知哥林多教会上大的问题，就是因欠毋过着彼此相听的特质。因甚至伫教会内底分党结派。对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开始，保罗就甲哥林多教会讲，毋通分阿波罗党、保罗派。以及耶稣会，保罗强调基督徒教会应当着爱彼此相听，必须爱用听来相说。因为上帝是听，基督徒佮爱用听来表明家己是基督的门徒，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。伫新的改变所提到着的，恁若彼此相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就是我的学生。因为上帝大声听咱，所以咱搁较必须爱来彼此相听。也亲像约翰一书第4章19节所甲咱讲的。咱相听，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。基督徒必须爱用听人亲像家己来表达家己是甲上帝同行。咱得爱学习，亲像上帝共款，用听来甲伊同行，用听。来甲人相随。诗篇114篇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雅各的后代离开，话语无亲像的人民。迄时犹大成做伊的圣所，以色列成做伊的国度。大海看见就逃走，约旦河倒流。大山亲像羊在跳跳，小山嘛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。大海啊，你是安怎逃走？约旦河啊，你是安怎倒流？大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
港伫倒跳。小山，你是安怎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？大弟啊，你着见着主的面，着见着雅各上帝的面，着皮皮喘。伊互石盘变成做水池，互石岩变成做水泉。感谢上帝用大听通来听咱，互咱会通学习上帝的听来听人，并且领受着上帝的呼召，甲上帝的听同行，用听来相随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